谢用祈祷来到主的面前。伊欢喜你安尼的奉献，伊欢喜你安尼的祈祷，伊得甲要听咱的祈祷。因为圣经以赛亚安尼讲，耶和华一定会听候，要施恩予恁，要兴起通好怜悯恁。既然等候伊的人，拢是有福气的。你无要搁提靠，除非因为你哀求的声音施恩予你，伊听见的时阵就要应允你。这是圣经以赛亚伫伊所知影的上帝甲伊应允的，伊安尼甲以色列百姓讲。今仔日这个话，上帝也照着圣经安尼甲咱讲，所以你着好胆来到伊面前，甲伊大大开嘴，伊就要大大充满，用祈祷感恩的心来开始咱今仔日的敬拜。主，阮感谢你，搁保守阮年日平安伫你的面前。阮搁感谢你，虽然阮有经过个别少世事的艰难、艰苦的代志，阮总是相信这一切拢有你好的安排。阮顺从你的旨意，愿你互阮谦卑的心、敬虔的心来顺服。求你帮助阮今仔日所做的，阮的手所做的，求你来坚固伊。搁一摆安尼共托祈祷，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兄弟平安，平安，欢喜甲你做伙来敬拜，学了咱的主上帝。咱要大声用信用个别信徒圣经来，请。我信上帝，全能的父，创造天地的主宰。我是耶稣基督，上帝独生囝，咱的主。伊对圣神投胎，对在世路玛利亚出世，伫温州约哥一来受苦，顶是伊的死、埋葬和阴府。第三日对死人中落活，上天他坐全能的父上帝大庭，伊要对遐本来审判活人甲死人。我信圣神，我信圣。共同的教会，圣道的相通，做赦免，肉体可活，永远的活命。阿门。感谢主，咱的呼召是因为出自上帝恩典，阮的一生也活出基督的形象，愿咱也献咱专心专定来互主荣耀伊的名，利益人，荣耀的呼召，荣耀的呼召，用感恩。用敬虔的心来回应上帝对咱的呼召。将家己奉献，真做我做，做出圣洁贵重的器具。心专一，奉靠伊耶稣。
家己奉献正做我做，做主上加宝贝的器具，主奉上阮规要充满我，互我来过来充满天大归来。再一摆将家己奉献。将家己奉献正做我做，做主上加宝贝的器具，主奉上阮规要充着我，互我器具来充满天大归来。举起双手，我来你我主，全心全意献给你耶稣，一切利益我主应也会好掉，勇敢所采的来走，举起双手，我来你我主，全心全意献给你耶稣，一切利益我主应也会好掉，勇敢所采的来走。阮对耶稣听我的主，我爱你耶稣。阮对耶稣听我的主，我爱你耶稣。大声来唱歌。阮对耶稣听我的主，我爱你耶稣。阮对耶稣听我的主，我爱你耶稣。再一摆好大甲主讲，我要跟对你。阮对耶稣听我的主，我爱你耶稣。阮对耶稣听我的主，我爱你耶稣。举起双手，我来你我主，全心全意献给你耶稣，一切利益我主应也会好掉，勇敢所采的来走，一切利益我主应也会好掉，勇敢所采的来走。主，阮搁一摆愿意献上阮的全人全心，互你来使用。愿意接纳阮的奉献，阮愿意诚做活祭，荣耀你的名，你的人。阮一生的意义是要活出你好调阮的目的。阮感谢你，感谢你使阮勇气，会当所采的标来走，搁好大勇敢来跟对你的脚步，行这条稳定的路。最后，好阮感谢你，感谢你听候阮伫逐早起做阮的开力。阮困难的时，你也诚做阮的帮衬，拯救阮。感谢你，感谢你的目睭看过这个所在。谢谢你眼目看顾着地眷顾你的儿女，谢谢你照所应许的来成就。谢谢你听祷告的主，谢谢你听祷告的主，谢谢你，奉主耶稣的名，阿阿门。门。你眼目必看顾这地，
神，哈利路亚，哈利路亚！神用艰难当饼给我们吃，用困苦当水给我们喝。我的教师不再隐藏，因为他这样说：你或向左，或向右，你必听见后面有声音。这是正路，要行在其间。上帝带咱行稳定的路，伫这个年要结束的时，咱用感恩的心来行这首稳定的路。上帝听咱，伊会紧紧抓住我们，我们也要紧紧的去抓住他所应许的，以备成就，他要成就。你是我的主，引我走这一路，高山或低谷，都是你在保护。万人中唯独你爱我，认识我，永远不变的应许，这一生都是祝福。你是我的主，引我走这一路，高山或低谷，都是你在保护。万人中唯独你爱我，认识我，永远不变的应许，这一生都是祝福。用感恩的心来迎，用感恩的心来一唱。步又一步，这是恩典之路。你爱你手，将我紧紧抓住。一步又一步，这是盼望之路。你爱你手，牵引我走这人生路。慢慢去来走，咱来用祈祷的心，甲主讲：主，感谢你长久以来的照顾，上古以来的照顾，互咱无论拄着啥环境、坎坷的路途，伊拢知咱的路。上帝，阮知你捌阮，你听阮，你的手安安甲阮抓牢咧，互阮无偏离你所爱阮行的路。阮知这条是毋茫的路，若是稳定的路，就是毋茫有活命的路。愿你引带阮一步一步行伫这个路中，互阮无偏左，也无偏右。主，感谢你，疼痛的手，永远带阮行人生的道路。来吟，伊是咱的主。你是我的主，引我走这一路，高山或低谷，都是你在保护。万人中唯独你爱我，认识我，永远不变的应许，这一生都是祝福。一步又一步，这是恩典之路。你爱你手，将我紧紧抓住。一步又一步，这是盼望之路。你爱你手，牵引我走这人生路。一步又一步，这是恩典之路。你爱
的上帝，日日当当阮当当的上帝。阮感谢你一步一步带阮行伫稳定的路，阮感谢你带阮行伫你爱阮行的正路。无论阮是倒边来行，为正边来行，你拢有声音对阮讲，这是我要带恁行的路。感谢你用你的疼，伸手将阮抓牢。感谢你，愿阮也好胆勇敢来认，你是我的主，你的确要带我行头前的路，使阮勇气，重新面对的开力伫你的面前。伫即个感恩的节期，阮阁献上阮的感谢，感谢你，互阮知对你的人有福气。感谢你，阮会当靠你来得胜有存。感谢你帮助阮，相信这是你稳定的路。感谢你听阮祈祷，今仔日的敬拜，阮今仔日的学老，愿意将做芳芳的祭献互你。愿你感动，听阮祈祷的上帝，感谢你，感谢你听阮祈祷，祈祷奉主耶稣的名。阿门。请咱来继续为即个国家、即个所在，甚至伫香港拄着大的火灾的人、受苦的人、受难的人来祈祷。兄弟平安。平安。这时我要邀请咱做为起立，用咱敬虔的心，把咱的心伫这个时阵交托予咱，听咱的主上帝。但咱同心同齐来为着咱的周报内底的逐项的事工，也是咱所关心的，咱做伙靠伫祈祷中，咱同齐来祈祷。真理甲完命的主，阮的上帝，伫圣的主日，阮用感恩敬虔的心，献上阮的敬拜。感谢你通过你的囝，阮的主耶稣基督来拯救阮，互阮的性命有永远活的盼望。阮也知，你爱阮用换心正直的灵，甲敬畏的心，来成做你尽忠的路步。是啦。亲爱的主耶稣，感谢你亲自为阮透过圣餐，甲阮立下新的约，借着你的受难定十字架，互阮的罪得赦免，甲被上帝搁和，得着新的活命甲稳定。圣灵啊，帮助阮有拒绝罪恶的勇气，互阮内心有换心正直的灵，献上家己做活祭。正做被上帝的好管家，来荣耀你的圣尊名。第三日，我也有来完成阮的姊妹、嘉荣姐妹爸爸李天明兄弟的告别礼拜。虽然伫伊一生的年日袂捌认捌你，但是伫伊人生最后的一口气的时，伊接到主耶稣的救恩，用困去的方式刷了伊世间的劳苦。感谢主！恳求父上帝用你的疼甲真理来安慰伊的遗族，拍开因的心门，互因透过安尼的祝福来认捌你，接受福音。因为认捌主耶稣是一生最大的福气。小事开力伫嘉荣姐妹身上，亲自来安慰伊悲伤的心，拄起伊心中的担当，互伊伫信靠的当中得到盼望。有信心、有智慧，甲厝内底的人分享天堂得阳光的福气。伫这个时刻，我若要将阮所挂念伫病痛当中的兄弟、明峰兄、杨明姐、美英姊妹、余幼姐妹，我要甲伊带来到你的面前，求你用你的大能的手施了医治，互因的肉体会当得到医治。也求你，互因有平静安稳的
的心，甲面对治疗的勇气甲开力。愿你的平安进入因逐人的心内，安慰因的灵，求主加添因的信心，满有开力，相信你的应允必定成就。愿咱的祈祷，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子名求，阿门。谢谢。只是咱要来三甲来启应，启应文37篇，箴言23，咱做伙来启应。我的囝，你的心若有智慧，我的心为真欢喜，你的喙若讲正直，我的心为真快乐。毋通心无歹人，要不时敬畏上主，将来一定有愿望。你的愿望袂落去。我的囝，着听，着有智慧，互你的心行正直的路。着定趁生你的老爸，你的老母老的时，嘛毋通看轻伊，着买真理，毋通卖。嘛着要智慧、教士甲明理。正直的人的老爸会大快乐，人生着智慧的囝，会因为伊大欢喜。着互你的爸母欢喜。互生你的老母快乐。我的囝，着将你的心交托我，目睭着注意看我的道路。只是咱要三甲来吟圣诗，圣诗第6首。上帝创造天甲地，请咱起立吟全首。上帝创造天甲地，是这么伟大的话，讲了叫大，个叫大，是世间好言无算。日他出的光满地，日日出叫阿弥，日我心心拢灭灭，上帝主宰大观念，土地所生的无辜。为是水的树花，最爱所有的意味，拢是上帝做的秘。同样所配的照正，上帝互因正高雅。伊的天色会通看，无出上帝心意外。上帝照顾世间人，无论本国甲外邦，无怨他日的美流，也付出地甲伊手。上帝阮的讲话字，切见耶稣求万民，大家着认真实实，甲伊感谢是爱伊。请坐。只是咱要邀请圣歌队来献诗，今日所要献的诗歌是祈求以马内利。
即时我要来报告，请咱大家献开周报。消息报告第一点，今仔日是感恩主日，会中咱有举办第5届的圣礼典，台语甲华语礼拜咱合并聚会。小组今仔日游玩暂停一届。本日咱聚会所，咱有请提摩太牧区的老师甲同工，艺术贴小组的兄弟姊妹，咱做伙劳步来为着圣诞节的布置活动吼。而且咱阁有邀请咱的兄姐劳步做伙来布置。大桥教会是咱信仰的家庭，请咱同心为这来庆祝来布置。第3点，咱伫1楼咱招待道遐有迄个圣诞缎带吼，这是秀珍长老提供的，也是提供要为着咱本会建堂预备用的。如果恁若有需要，咱会当落楼骹遐会当来购买。第4点，本会嘉荣姐妹老爸李天明兄弟，也伫昨日11月29拜六下早9点，伫台南市市立的殡仪馆，伫迄个所在，咱有来举办日练甲迄个个别礼拜吼。咱也邀请兄姐，为着即个家庭，为着咱的嘉荣姐妹，来为着即个福音的经济，会当因为安尼来伫因兜的厝体的厝内底人，会当来发芽，会当来接受福音的即种的福气。第5点，咱2026年的月历吼，咱感谢咱的永康区朱正轩议员吼，伊奉献吼，伊来赠送伫咱本教会。咱会当请咱的兄姐，咱就是1号会当来去摕1份，吼，咱放伫1楼的招待道，咱聚会所，咱会当自动去迄个所在来领取。第6点，感谢上主美好的赏赐，透过咱国家普发现金1万块还税于民，吼，咱议员用诚挚的心吼，邀请兄弟姊妹，吼，依个人的感动。我们也是可以用那个11奉献，或是你的感讲，会当来甘心乐意为着咱教会建堂捐款来奉献。吼这个所在咱真正无强迫，咱嘛免比较吼。那你若有意参加的人吼，请咱家己用咱的奉献袋来做奉献吼。然后咱若有迄个委员牧师，伊嘛有带领因的牧师娘甲4个宝贝吼。已经做模样，互咱看哦，甲咱的敬意姐妹吼，感谢主，接纳咱甘心乐意的奉献。好，报告以上。即时咱来看咱本周的金句。本周的金句记载伫诗篇126篇6节。咱台语咱来读一解，华语咱来读一解。迄个流目屎带精子，的确袂。带伊就被欢欢喜喜的来华语，那带种流泪出去的，必要欢欢喜喜带何捆回来。诗篇126篇6节。这个时阵，我嘛要来甲咱分享今仔日的经文，记载有2个所在。第1个所在是尼希米记1章9节到11节。这由我本人来共读。那另外一个就是诗篇126篇1节到3节，我要邀请咱的小朋友扪心来共读吼。尼希米记第1章第9节，准是恁啊归伫我，守我诫命来行伊，就恁受赶逐的人，虽然伫天边，我嘛要对遐筑一因，带因到我所境。要安置我的名的所在。第10节，担遮的拢是你的奴仆，你的百姓，就是你用你的大气力甲大权能的手所救赎的。11节，主啊，求你爱空听你的奴仆的祈祷，甲遐个意爱欢喜敬畏你的名的遐个奴仆的祈祷，佮求你，互你的奴仆今仔日行通。伫即人的面前得到稳定，迄时我做王的酒酒。以下
不是美心吗？咱邀请咱的小朋友。我要读的经文是第126篇。当耶和华将那些被掳的带回西安的时候，我们好像做梦的人，我们满口喜笑，满神欢呼的时候，外邦中就有人说：耶和华为他们行了大事，耶和华果然为他们行了大事，我们就欢喜。谢谢美心。这时，咱们来邀请委员牧师来为咱的小朋友来祝祷。今仔日正道的题目就是感恩的行动，要对破碎到顶结。来，咱请所有的小朋友，多谢。来，你们没有带着弟弟一起到台前来，带着弟弟慢慢的，小心，小心哦。好，咱做伙来为着这个细囝咱做伙同心来祈祷。天父上帝，阮感谢你，带领阮会当甲即群细囝用祈祷来超找上帝你领受的心意甲祝福。恳求上帝你真做阮的帮赞，你赐予阮真做主你所竞选的百姓。阮嘛要为着这个细囝用祈祷来超找上帝你的智慧，赏赐因，互因伫成长的过程的中间。学习、开喙、学乐、敬拜，用祈祷来迎光主上帝，互因的生命带领因会当认捌主耶稣基督的救恩，嘛帮助因伫成长的过程的中间认捌敬畏耶和华乃是智慧的开端。主啊，阮向你献上感谢，愿上帝你赐福伫每一个细囝学习用祈祷来超找上帝你的心意，赐福因，祝福因。阮伫你面前嘛，愿上帝你赐福，帮助阮每一个兄弟姊妹，同心为着因家己的囝儿，为着因厝内的每一个大大小小，用祈祷来学习甲主你建立好的关系。阮相信，阮的生命用祈祷来成做上帝你的圣殿，成做主你的欢喜，来经验上帝你大能的作为。阮是何等大的福气！向你献上阮的感谢。愿上帝你甲阮三个同在，也甲阮这个细囝的父母三个弟弟，同心祈祷恳求，靠耶稣的名，阿门。上帝祝福你们，阿谦弟弟签好。亲爱的兄弟姊妹，大家主日平安，感恩节快乐。你边仔兄弟姊妹甲伊讲，感恩节快乐，上帝福气。平安，赏赐互你。真欢喜，咱今日会当做伙来看上帝的话。咱拢有即个新眼光吼，牧师按照新眼光的进度，你若逐工会当照即个进度来看，我相信你会当愈来愈了解圣经的背景，嘛，互咱伫读经的中间，袂感觉足清楚。嘛会当，互咱更较清楚，知影上帝要安怎来带领咱的生命，来认捌咱生命的真理，甲要行的道路。
所以我相信今仔日是感恩节，大家拢抱着感恩的心，做伙来敬拜上帝。嘛，伫感恩的这期，耶稣要搁再来，咱后礼拜开始进入大降节，咱嘛当做伙来笑脸等待耶稣基督的再来。咱的心毋但会当有期待，咱的愿望嘛会当搁较寄托伫未来生命道路，安怎跟对主的脚步来行。当咱咧讲到感恩的时阵，我相信咱拢会感觉我感谢我真顺利，我真感谢我拥有啥物，对吧？好，这是咱的感恩的立场，嘛是会开始感恩的动机啦。但是我若要问你讲，当你会为着你感觉为着你人生的一寡痛痛，也是一寡破碎、一寡艰苦的代志来感谢，会袂？这足重要吼！这嘛是今仔日咱所要来学习的功课。当咱听见讲，到底是要安怎为着我家己所拄着的艰苦、拄着的患难来感谢上帝？这我相信这是一个足大的智慧，足要紧的智慧。兄弟姊妹，几日当前，捌有一个少年的兄弟，伊咧甲我讲牧师，我爱讲一个故事哦。我咧想讲到底是安怎要感谢上帝？我讲是安怎？伊讲伊买一个伊起来的册刀是足欢喜的，就甲装好啊。装好，甲伊的爸母讲：爸爸妈妈，我20分钟就将这个刀甲做好啊。伊的老爸老母就讲感谢主，你变勇壮啊！你愈来愈有智慧啊！你真厉害，袂歹。这个囡仔我接一句就甲伊讲，这个少年人就咧讲，伊讲只是爸爸妈妈我这刀的拖装了倒头变去我找无理由要感谢上帝。是安怎你咧讲感谢上帝啊？兄弟姊妹，伫咱现实的生活内底，咱拢咧谈论讲人要安怎面对家己的生命中间所拄着的患难，要安怎感谢上帝？这是咱每一个基督徒含外口无信主的人无相款的所在。所以有人在研究讲人的潜能拢是被逼出来的。你会感觉讲这是真理哦？伊内底的话安怎讲我看伊讲顺风顺水、高歌猛进，那不算真本事啊。逆风逆水依然镇定从容，才真正难能可贵。一个人的优秀不是天生的，都是后天修炼出来的；一个人的强大更不是天生的，都是后天锻炼出来的。人有了退路，谁都平庸对吧？咱老退路去大家拢同款但是咧，逼到绝路他能够跨越出去那叫做卓越。一个鸡蛋从外面打破，它只是一个破碎的鸡蛋，但是这个鸡卵对内底破，把这个鸡卵壳用破，这代表是一个新的生命，一个小只鸡仔开始。人拢是被逼出来，当你一无所有的时阵，你自然就会晓。所以今摆人真侪人爱去共逼，对无？为着就是要共逼出伊有能力，安尼敢对？我认为唔对啦。我较同意一个社会学家，伊捌讲过一句话，伊讲啥物？伊讲感谢是承认你已经拥有了美好的事，你会感谢，对无？但是真正的疼甲快乐是啥？能修复那些破碎的心。你会当互你的迄个破碎的迄个物件、迄个关系，会当重新甲人建立相听，甚至佫互你有快乐，会当跟这个人重新恢复的关系无？这才是真正的疼甲快乐。但是我要甲咱讲，大部分以往的人较侪是啥物？头前迄个部分，就是你拥有了好的事了，你才会感谢。但是后壁这个群体是会较少，所以兄弟姊妹，这个感恩的这期，牧师期待咱透过今仔日的圣经来帮助咱唔是心情好才感谢，也唔是一切顺利才来感谢，乃是啥物？是伫你人生困难的时、破碎的中间，你要会当看到上帝帮助你的手，安怎在引带你。所以兄弟姊妹，感恩唔是停留伫你的嘴内，乃是会当带出一个中坚生命的行动力
所以兄弟姊妹，这是牧师伫咱要分享今仔日的圣经在以前要甲咱分享一个心理建设的一个最要紧的阶段。每一个人的生命拢有断壁残垣不完美的地方，可能是你的梦想，也是你的关系，甚至是你的健康的问题。咱常常会忽略，但总是咱嘛有当时假设咱伊无存在。但是今仔日咱要对圣经内面一个英雄，这个英雄伊安怎对一个破碎的关系内底，找到感谢上帝的生命的开始，而且带来一个伟大的建设。迄就是咱今日所看的这个英雄，叫做尼希米。兄弟姊妹，咱来了解圣经内底。我过去咧看圣经吼，你一定会看到圣经内底有足侪人物啊，有希伯来人、以色列人、犹大人、犹太人，你会傻分不清袂？难免吼，牧师简单快速，互咱看下底。你看下底迄个部分，你来看下底这个部分吼，你会当看到讲对这个摩西的时期，到这个阿伯拉罕，到这倒位，到这希伯来人，到雅各时期，到伫以色列人，到咱知影以色列因后来这个所罗门王的囝，罗伯安，因为伊无法度通敬畏上帝，你看见伊的规个整个的政策、国家的政策，害了这以色列百姓最后分裂，对无？所以咱看这，对以色列人到变做是啥？因后来分做北以色列、北国以色列，到南犹大，所以到犹大人开始，有无？后来到伫犹太人到归回，咱今日所看的圣经节就是属于归回。这青色甲紫色的中这所在，归回的时阵，也就是重新倒转到这犹太人。所以你看后壁新约拢叫做啥？犹太人，有无？所以你若咧看圣经，你有小看有这个时间概念的顺序，你自然会了解，其实因咧讲的拢是同一个民族。今日咱所看的圣经节嘛是咧讲起一个最要紧的时期，也就是以色列百姓因对北国以色列到南犹大受巴比伦受掠，到因搁倒转来，就是青色这个归回的时期。这个归回时期是第一期的归回，叫做这个所罗巴伯。所罗巴伯迄当时伊开始带领这以色列百姓倒转来，后来搁有以斯拉第二摆带领倒转来，第三摆就是尼希米。咱今日所看就是尼希米第三阶段归回的时候。这个时阵牧师要带领咱做伙来看这段圣经节最要紧，咧讲起一个最要紧的阶段，也就是尼希米伊到底是什么身份？尼希米伫迄当时伊的身份是波斯这个首都苏珊城担任叫做九正啊。什么是九正？九正咧创啥？公卖局的局长，对，伊咧做啥？调酒师。伊啥？伊咧试酒啦，试酒要创啥？有没有毒？对，就是要看伊所食的这酒，互王食的时阵无代志啊。所以简单讲，酒精这个简单的是气毒，个啥？进城，这是亲近王的城啊，这个是这个很重要的官员。尼希米有真悬的薪水，真悬的地位，有高风险。甚至伊面对一个高度信任的特权生活，但是完全生活伫家己的世界，因竟然听到一个消息，叫做家乡来的消息。就是咱今日所看尼希米第1章的第11节内底所讲，第几节？毋是第9节内底，第9节所讲的话。所以兄弟姊妹，伫这段圣经节内底，咱看第1章的第3节，伊安怎讲？伊讲，因对我讲，这个我就是尼希米，遐个被掠归回、村落来遮渔民，村落来的以色列人，伫犹大省迄个所在遭受大难啊，受凌辱，耶路撒冷的城墙被毁坏，城门被火烧尽。所以，当尼希米听到这个消息的时阵，城被烧毁，毋但呢物质的所谓毁坏，民族的建设。信心的破碎，对尼希米来讲是足大的痛痛。我头拄有讲到，伊其实是波斯帝国伊的位置，伊的身份是怎啊？
是足好的哦，伊无需要跨入这个代志。但是当伊听到这个消息的时阵，伊的心真痛。所以伫尼希米第1章的第4节，安怎讲？我听见这个话，就坐落来啼哭，悲伤过来日，伫天顶上帝面前安怎？禁食祈祷。哇，这就是今仔日牧师要邀请咱做伙来学习。尼希米伊的目屎是重建圣殿，嘛是重建所有的以色列百姓心中的愿望啊，嘛是感恩行动的啥经济啊。所以兄弟姊妹，诗篇咱知影所看圣经在126篇第1节到第3节，当耶和华互被掠的人归回錫安的时阵，阮若亲像做面盲的人，阮的嘴欢喜，喙齿欢喜的时阵，外邦人就讲：哦，耶和华上帝为因行了大代志呢。耶和华果然为着咱行了大代志，咱就爱安怎欢喜。这段圣经节是以色列人伊归回了后，发出一个集体的感恩啊，集体的一个感恩的声。所以兄弟姊妹，咱即马有看见，有时咱伫起着教会，甚至有当时咱伫生活的中间，有当时咱伫人的关系内面，一定会互你感觉真哀伤，你嘛感觉真痛痛。总是牧师今仔日要邀请咱做伙来思想。当咱要讲感恩节的到来，咱要感谢上帝的时阵，当咱看见过去这一长久的中间，有侪发生伫咱的教会，发生伫咱的生命中间的艰苦代啊，我要邀请咱会当做伙，咱是毋是会当有一个更较大的动力？亲像尼希米共款，伊伫哀哭流目屎的中间，禁食祈祷，来为着伊的痛痛，为着这家乡的人的艰苦，心碎到伫行动力，最后带来就是126篇的欢喜的快乐。所以兄弟姊妹，咱要安怎来实践这个感动行动的行动力的起做？牧师要用3项来跟咱分享，就是感恩是看见破碎，而且是愿意互上帝使用的。兄弟姊妹，感恩尼希米当伊听见耶路撒冷破碎的时阵，耶路撒冷城破碎的时阵，毁坏的时阵，伊毋是冷淡讲啊有够可怜，吼。你若早着安尼吼，军队上帝吼，若无做这个代志吼，啊，就无代志啊。伊毋是伫遐埋怨，伊乃是谦卑家己的心，为着所看见的艰苦，伫遐流目屎，心哀伤。伊愿意付出代价，禁食祈祷。兄弟姊妹，现今有侪人伫教会看见教会某一寡所在需要斗相共的心内会讲，啊，哪拢无人去斗相共啊？会袂？有当时难免嘛吼。但是呢，感恩的人伊安怎讲？感恩的人讲：主啊，虽然困难，但是我愿意，我来看卖，我会当来斗相共啥物？好，兄弟姊妹，这是两款有感恩的心的人，甲无感恩的心的人的想法。总是牧师邀请咱，当咱若愿意互上帝来使用的时阵，主会安怎？主会医治，主会恢复，互你重新看见了迄个破碎的关系。所以牧师要邀请咱每一天开3分钟祈祷，会使袂啊？会使啊吧？3分钟应该真短啦吼。你当3分钟内底，你安静落来，讲主啊，今日互我会当看见，我看到遐个卑微的人，看袂起的人，互我会当重新看因的需要，会当为因来祈祷。亲像尼希米共款，伊用感恩的祈祷，用祈祷的中间的行动。伊是用感恩来做开始，伊嘛用认罪来做开始。所以第2项，牧师要邀请咱，感恩是对悔改，重新甲这个生命安怎对焦伫倒位，目标放伫倒位，是上帝啊。意思是啥？啊，有当时吼，咱难免吼，我像牧师吼个性嘛是足冲动的啦，这跟年龄有关系啦，吼。难免嘛，跟咱的年纪有关系吼。我即摆回想10当前，甲即摆我，就较无啥像。有囡仔甲无囡仔的时阵就无相款。所以我会当理解吼，其实有真侪时阵，咱若较冲动的时阵吼，咱会当
有悔改的心吼，其实是足好的事。所以我感觉感恩是爱对悔改开始。尼希米记内底，咱对看第1章的第6节甲第7节。第6节甲第7节内底讲，愿你天开目睭看，按耳孔来听你的萝卜，今仔日伫任暝伫你的面前，为着你的正萝卜以色列人来祈祷。注意后壁这句足重要。尼希米做啥物的祈祷？承认阮以色列人你所犯的罪啦。我甲我的爸的家啊，拢犯了罪啦。阮你所行的歹啊，非常的败坏啊，无遵守你吩咐你的萝卜摩西的诫命律例甲典章啊。所以兄弟姊妹，尼希米伊用祈祷伫上帝面头前，带领伊遮所有的百姓来做认罪悔改的祈祷。所以我看见一个重新甲上帝恢复的关系有要紧无？有要紧。无论你伫带小组，无论你伫家庭，无论你甲人的关系是安怎，拢无要紧。牧师要邀请咱做伙用祈祷来求上帝来怜悯，求上帝互咱有智慧。尼希米无假装很完美，吼，讲主啊，感谢你，互我拥有遮个我遮个产业，伊无咧。伊乃是啥？伊承认讲破碎毋是上帝的问题啦。破碎是人的心安怎？我讲一摆，人会破碎，会有伤害，是因为人怎么样？得罪了神。了解无？今仔日尼希米咧讲的就是这个，伊今朝祈祷要祈祷啥？伊要祈祷是伊的祖先犯罪啊。所以兄弟姊妹，咱咧祈祷是敢若求，也是咱先伫主的面头前认罪悔改。感恩节，咱常常咱只会讲多谢主，互我拥有遮一切。但是真正我感觉牧师邀请咱，感恩节的时，牧师邀请咱较侪认罪悔改。因为当你较侪认罪悔改，看见你伫一冬的中间，你所犯的罪、所犯的罪、所犯的错误，求上帝怜悯。你甲主讲，主啊，我的生命愿意甲主你对准与主你的关系。让我的生命能够回到你的面前，会当跟对你的脚步，学习用你的方式来处理人，甲处理阮所要处理的代志。所以兄弟姊妹，悔改是中间的开始啊！阿免。悔改是中间的开始啊！中间毋是在伫你拥有偌济啊，中间是在伫你是毋是愿意悔改。所以咱爱停止责怪别人无？爱无？啊？我们要不要停止责怪别人？要还是不要啊？要啊！我们要停止去责怪别人，学习承认自己不足的地方在哪里，将咱的生命对准伫倒位，你才会对准你上帝啊！你若无看会到你家己的软弱，我告诉你，你绝对看不见上帝。不要说你认识上帝，我敢说你真的看不见上帝，因为唯有一个软弱的人，软弱的人，你才知影我需要上帝。阿们。所以兄弟姊妹，上帝气力是伫咱软弱的内底得到完全嘛，敢毋是？所以兄弟姊妹，罗马书第12章17节到18节讲，无得用歹报歹，伫正人的面前就多无遮的好事。若为得通甲正人和，就安那就着尽力甲因和啊。注意哦，若为得通甲正人和啦，若会使即啦，吼，若无啥物限制啊，无啥物讲距离的关系，吼，但是拢应该有距离的关系，应该拢无吧？应该拢无吧？吼，我会记当工私底下甲我讲，我牧师，吼，牧师你有倒一项较某咪人的关系吼，牧师这项代志你要家己主动。我讲好，我愿意。若会当得通甲人和啊，就着尽力甲因和啊。所以兄弟姊妹，我相信伫咱的身躯边，拢有咱家己含咱无介意的人，嘛有含咱的关系无好好的人。牧师拢要邀请咱伫上帝面前，咱来承认咱是软弱不足的人。
毋是对毋对的代志，是咱家己本身就爱认罪悔改。所以感恩就是愿意去即个修复，咱的生命拢有需要中间的关系。今仔日就是开始感恩的行动，咱恳求上帝赏赐智慧的心互咱。伫每一摆咱听主的道理、祈祷、灵修的时，咱总是爱好好想看卖咱家己的生命内底到底有啥物问题。你是毋是愿意为着家己的错误来认罪悔改，将你的眼光放伫上帝面前？我相信上帝赏赐互咱教育的智慧，所以甲你边仔兄弟讲，我甲你做伙同行这条路，我甲你做伙同行这条路，这条路就是恢复的道路，这条路就是陪伴的道路，这条路就是莫互你身躯边的人孤单去面对。所以兄弟姊妹，第三项感恩是啥？感恩是行出去，真做祝福的行动。今日咱所看圣经在第一章的11节讲，主啊，求你爱耳空听你奴仆的祈祷。讲主啊，请你听我年希米奴仆的祈祷，介意欢喜，知影敬畏你名正奴仆的祈祷。互你的奴仆现今会当安怎？行通啊！伫王的面前会当蒙恩啊！因为我是做王的酒政的。你敢有咧为着你家己的身份，为着你家己即摆咧做的工课，甲上帝祈祷？哇！这是一个足好的一个模范哦，互咱知影讲，你的身份呢，你要安怎做会好，佫会当行通，拢是对遮来。所以兄弟姊妹，尼希米伊所行这条路，我认为充满危险，但是伊敢去做。所以，互我真正看见圣经内底雅各书第2章17节讲，信心若无行动，就是死的。马太福音书第5章16节安尼讲：恁的光也着安怎，嘛着安尼来照伫人的面头前，互因看见恁的好所行，便会晓将荣光归互恁天顶的爸上帝。兄弟姊妹，今日咱除了会当用习惯感恩的行动以外，咱阁需要真实有行动的感恩。尼希米伊的一生，伊用真诚的感恩，就是用伊的行动去祝福伊的这民族的人，是伫上帝面头前认罪。求上帝帮助咱伫教会内面，无论伫家庭，无论伫教会服侍、个人的关系，我感觉伫教会咱来做伙来参与一件中间的服侍。今仔日咱礼拜煞，咱今日礼拜煞要做伙来布置。你若行动的方便的，就算无方便的，嘛请你时间毋免赶紧回去，你会当留落来坐住遐，共欣赏，帮伊看一下，讲遮有小可歪去哦，我会讲你坐住遐，人其他的人咧做的人嘛安怎，嘛足欢喜哦。兄弟姊妹，你毋免紧张，讲我也袂当斗相共啥。兄弟姊妹真侪当讲要安怎互佫较侪兄弟会当留伫伊留的所在，看起来就安怎较热闹嘛。兄弟姊妹，人若做伙就会有迄个温暖。所以兄弟姊妹无需邀请咱做伙来起造教会。今日咱礼拜煞要做伙来布置，咱会当做伙留落来，将咱的教会伫圣诞节要到来，咱做一个备班。2礼拜前顶礼拜牧师跟咱分享，上帝真疼咱。我一直咧，咱嘛邀请咱做伙来为着1月7、8，这个韩国的宣教师要带领10个大学生，韩国的大学生，因来南台做宣教，也要带领南台的学生，毋捌主的学生，将因带来伫教会，伊要做久长的工课，希望咱大桥教会会当伫南台大学做一个久长的的桥梁。就是会当互福音，会当来祝福遮个青少年朋友。所以我感觉，我一直袂感觉讲咱足孤单。我感觉咱大桥教会虽然人无济，总是上帝有听咱无？有呢。这我看着拢感觉讲哇，够感动的。毋然呢，1月8号拜4因东港来，无需要讲一摆。1月11号礼拜日，因
因讲牧师，阮带阮的韩国遮学生来献诗啊，所以我讲安尼好，安尼阮信歌就会当休困一摆。所以咱忙迄工休困，咱就无来哦。咱就爱来欣赏，来因会来做见证。1月12号拜一，因佮甲我讲，牧师，阮佮会继续加工，阮会带因来做小组的牧养的工课。所以我感觉这是一个足好的学习。牧师迄摆我嘛要招一寡南中的遮个教会，有过去有捌去到韩国，因伫遐咧去受造就灵修。我感觉讲邀请因来做伙来观摩，我感觉这是一个足好的机会。所以迄天牧师足希望咱的兄弟，你若时间上多合上方便的，做伙来教会你来遮看因有啥物需要，咱会当甲因做招呼交代。我相信，互因会当感受到咱大桥教会温暖求上帝帮助咱。我相信伫这感恩的节期咱会记得上帝毋是干那希望咱对咱家己拥有的事来感恩，伊希望咱的感恩是伫无的中间，是伫破碎软弱的中间去伊恳求，上帝就要大大赏赐互咱。求上帝帮助咱，互咱会当伫信心的内底来成做起造一个三听温暖的教会。咱即个时邀请咱做伙来唱回应的诗，咱做伙来唱回应的诗，将听传出去。即条歌曲咱唱2摆咱唱2摆，咱坐咧吟就好咱来思想，咱要安怎样将听传出去？有真侪时阵，咱无做到的所在，求主帮助咱。将听传出去，传到街头甲乡里，将听传出去，无论透风落雨，将听传出去，传到街头甲乡里，将听传出去，无论透风落雨。亲爱的天父上帝，感谢你，感谢你用你丰富的恩典，互阮知影，阮是教业领受这款丰富恩典的人。我要将听传出去，我要学习伫阮的乡里，伫阮的身躯边，也有侪侪人袂捌主的救恩。这款的福气是显然要紧，毋若互阮本身会当得到。我嘛要恳求上帝你赏赐智慧、开力互阮，互阮伫生活上、工作上，无论拄着偌大的困难甲问题，阮犹原感谢你，用你的疼来包容阮的生命，互阮伫主你救赎的恩典中，通得到顶头生的祝福。主，阮特别恳求你赦免阮过去捌对伤害的关系内面，阮袂记得需要去做修补、感恩的行动。阮恳求你赏赐阮智慧的心，互阮学习立志效法，亲像尼希米同款，将阮的感恩化作具体行动，去修补关系，去服侍教会，去重建生命的优先的次序。阮会当通过敬节，通过较侪祈祷，来求上帝帮助阮，互阮有教业的气力来做这事。求你伫阮生命中来行大事，互阮会当伫破碎关系中间，重新起造甲主你连结的关系。互阮知影，每一摆阮来敬畏主你的时，是充满着感谢，充满着救恩，充满着喜乐。主，阮搁一摆伫你的面前，也要搁一摆甲阮的主同坐倒，
恳求上帝你的圣神来引带阮下面的时间，同心祈祷，恳求靠耶稣的名来求，阿门。这时邀请咱做伙来唱圣诗。咱来唱诗。咱伫安静的中间来闭眼心吼。伫主耶稣基督的名，欢迎纪纳属地伊的教会信徒接纳相信耶稣基督做你生命救主的兄弟姊妹。这个是咱要甲咱的主三甲坐倒。亲爱兄弟姊妹，请听主耶稣对纪纳规五亿人所讲恩典的话。主讲：恁纪纳着我担当担，着就跟我要互恁得安息。主讲：我就是活命的饼，就跟我的人决断袂枵，信我的人永远袂喙焦，就跟我的人我决断无去杀伊。愿主耶稣基督的恩典，甲属于伊的所听兄弟姊妹，请恁注意来听主耶稣设立圣餐的话，照保罗所讲，因为我对主受，也捌传互恁的，就是主耶稣互人迷迄暝。有提鼎祝谢讲，这个是我的身躯，为着恁拍破，恁着惊安尼来纪念我。食了后，也旁杯讲，这个杯是新约，伫我的血所设立的。既然啉的时，着惊安尼来纪念我，因为恁逐摆食这个饼，啉这个杯，是表明主的死，直到伊过来。当主耶稣互人迷迄暝。有提鼎祝谢，所以咱伫伊的名，照伊的模样来生，咱来感谢上帝，咱做伙同心来祈祷。主耶稣，现在阮照你的命令来设这个宴席，为着要纪念主，你要拯救世间人永远的记号。阮要甲耶稣同坐倒，同受苦的心志，阮愿意。奉献阮的心志，甲主同受苦，是要保养主的疼。主啊，当阮谦卑恳求你圣神来圣得阮生命时，愿阮有一粒更加愿意学习分对主的心志，来传扬福音，为主做美好的见证，来回应主你的竞选甲呼召。这个时，阮嘛要甲主同坐倒，来纪念耶稣基督为着阮来死。来陪同他，帮助阮，互阮伫属灵活命顶面来得到属灵的培养。帮助阮，当阮甲主同坐倒的时，阮嘛来思考，阮要安怎样伫阮生命中间，伫破碎的关系内底，重新来甲主你建立美好的关系。搁一摆伫你面前献上阮的祈祷，恳求靠耶稣的名来求，阿门。主耶稣讲。这个是我的身躯，为着恁拍破。每一摆，咱就是安尼来纪念伊。咱做伙伫安静的祈祷的中间，如果你要被洗礼还没有受洗的弟兄姐妹朋友，先不要理。先不要理，我们可以预备心，在神的面前，求神帮助我们，让我们学习与神、与耶稣基督建立一个美好的关系，是一个从心智开始的关系，从
重新来立志立约如果你有感动，如果你期待与神、与耶稣基督建立一个更好的关系，牧师期待你能够在私底下能够来做门徒的训练工作，让我们一起与主同桌、同宴席的时候，我们是把生命摆上的工作。咱这位当心会当伫安静的祈祷的中间来纪念上帝今日互咱所领受的真理甲话语。每一摆咱会当甲主同齐的，是会当纪念咱的主为着咱来献上。当伊要皇帝迄暝，伊伫安静的中间带领遮的门徒，做伙来思想因甲上帝的关系。所以咱嘛相时相反来做伙来纪念咱本身甲主的关系是啥物。毋知有兄姐你经洗礼，也无摕到的无？即个是邀请咱，主耶稣讲，即个是我的身躯，为着咱来拍破。每一摆咱就行安尼来纪念伊，咱做伙同心来领受。食了后，主耶稣也安尼捧杯，讲：即个杯是新约，伫我的血所设立的，恁着行安尼来纪念伊。咱做伙同心，请同工。主耶稣讲：我徛伫门外，拍门，听见我的声来开的人，我要入去，就近伊来甲伊食，伊也要甲我食。犹如喙焦心无义的人有福气，因为因要得着饱。邀请每一个，无论你有信无，我需邀请你，你会当伫安静的中间来回想，伫你人生的道路内底，有一位上帝疼咱，将耶稣基督手赐予咱。基督徒要洗礼，要受洗，是因为伊的生命重新甲耶稣基督的关系重新连结，重新甲上帝起做一个要紧的关系。所以每一摆，当咱纪念守这个圣餐，代表的是咱的生命是甲上帝立约的关系。所以，当咱搁一摆会当甲主同坐倒，这是何等要紧，嘛是何等重要的事。邀请咱
主耶稣讲，这是我的杯，是新约用伊的血设立的，代表的是用伊的宝血来洗净咱。所以求上帝帮助咱，今仔日咱所领受感恩是一个悔改、认罪悔改的过程，请咱做伙来做祈祷。这个杯就是新约，以基督的血设立的记那啉的时，就定安尼来纪念伊，咱做伙同心来领受。愿主耶稣基督的平安，甲恁正大家三个彼得，咱做伙同心来祈祷。阮全心感谢无所不能的上帝，因为对你极大的疼，互阮领受这个圣餐，做培养阮灵魂精神的食物，搁互阮明白你欢喜阮、疼惜阮，也知影阮真正是圣囝奥妙的身躯的一体，就是受祝福、忠实的信徒，嘛是你永远的国的后裔。阮的主上帝。阮谦卑恳求你，当阮搁一摆奉献阮本身互你的时，求你欢喜接纳阮，煞用慈悲帮助阮，互阮会继续这个圣洁的交通。伫世间的年日，阮有破碎的关系，重新伫主你的面前，通得主你的赦免。对打了后，阮用互相彼此怜悯，用相疼的心，用搁好的心。会当来起做上帝你所欢喜的生命，用安尼的生命来荣耀主你，奉阮的主耶稣基督的名来祈祷，阿门。这时邀请咱做伙同心来奉献。请做伙起立，咱做伙来念奉献的诗。咱做伙来做奉献宣告的祈祷。我相信万物拢是上帝所创造，伊拥有收视甲收回的主权。伫即时，我愿意对你所得到的恩典，用感恩甲敬虔的心奉献伫你面前。求主通过我逐摆甘心乐意的奉献，操练我的委身，分别我的性命。我相信。奉献是财政丰收的种子，我深信奉献是实践基督的性命。我确信奉献是性命
主权的交托。求主按照你的信息甲怜悯，赐福阮，保守你的教会，坚固你的百姓，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来求，阿免。咱依愿徛咧，做伙来吟上用的诗389首，吟诗刷无私来做主祝福的祈祷。愿主互咱对信心、对五望的中间去经验，搁真搁活的主上帝。愿阮伫神的中间，伫百般的喜乐的内底、平安的内底，通得到丰富心灵的大快乐。愿咱伫圣神的大快乐的中间，嘛满有五望。愿主耶稣基督的恩典、天父上帝的疼痛，以及圣神的相通，常常甲咱正大家三甲伫地。对即时，直到永世代无尽，阿免。请坐平倒。平安咱互相请安咱